娘子此言差矣。人常交往总有礼节，你我虽是夫妻，理该相敬之别。你我举度私塾，通达礼仪，见面怎么连个道理都不讲吗？此次随心送见一礼。呀！与你不还，与你不啊！娘子请坐。动手。素日不见娘子，不知牛体可爱，颜色可好，丫鬟可听使唤。见天姑娘方老操心，你们何想请我来到花园，不知如何见见？娘子，我看你总着独坐房中，只怕要闷出来。看这里丹桂飘香，明月皎洁，故而特别嚣张，请娘子前来散散心啊！娘子，请饮酒。你不是告诉我不会饮酒的吗？这。不知还有何要事？既不要事，我要为王去了。娘子，你我虽是夫妻，恰也难得聚谈。今日既已到此，也务必寄予为防。还请娘子再助天看。这请。娘子，你自来我家已有3月，我看你终日出门不在，不知有何心事啊？哪有什么心事？呀！娘子身手并无心事，这伤眉紧锁，长吁短叹，岂是瞒得了人的？娘子到底有何疑难之事，还是与我讲明？我也好替娘子分忧解愁呀。
外有一言，亲娘子他此次看清。